耶稣因你圣名，耶稣因你生命，我们敬拜，跪下在你面前来敬拜。耶稣因你生命，我们敬拜，也承认你是主。
挪去我们心中的恐惧，让我们的灵在神的话语里面，神圣灵的帮助里面，我们重新刚强起来。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经文，希伯来书4章12节，非常的饶神力量加添的一段经文，所以我们大声的来读希伯来书4章12节，请。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和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神的话是如此的活泼有力，在你我当中。愿今天晚上我们不受任何的影响，因为神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在这个疫情，让我们在旱灾的一个过渡时期里面，我们快的能够经过这些灾难，我们能够快的从神那里得着新的看见。我们一起来吟唱这一首诗歌，你的话，神的话。主
心，看到我们的罪，让我们因着神的话重新得力，得以完全，来献上感谢。同时，我们为了今天的聚会有所的地，蒙神许愿来到，现他的恩福在你我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在你的话，神的话，在你我的心中，我们来一同为这些来寻找你的祷告。
盛恩典，他满满恩福引导，挪去我们身上的重担，空怀来感谢。我们也为着福城教会在这个社区能够参与神国度施工，拓展见解，我们尽心的来传扬福音，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开口，我们用我们的心、我们的灵，跟我们的天父来亲近。你要用悟性，你要用安静，你要用方言，都 OK。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来思考，我们思想神给我们的一切。我们开口一起来祷告。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要请同工呢来帮我放另外一个影片投影片。那没想到1个礼拜的时间，突然间峰回路转我们上个礼拜刚好母亲节，对不对我们教会从去年到现在没有那么多人了，470几个来聚会。没想到礼拜一就宣告说，哇，台湾真的进入社区感染了。好像我们以前都在关心别的啦关心别的，但是今天好像轮到我们自己去面对，感觉上是不是有这个投影片的？感觉上好像以前都在看别人有一点怜悯关心，但没想到现在轮到我们。虽然好像看了那么多，但是还是觉得我们碰到的时候会很慌张这几天就开始有人在抢购东西。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这三段可能就是开始先对神的一个敬拜啊，一个荣耀啊。那第四个就建立了儿子的名分。我们祷告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施给我们。第五个就是团契。团契的意思等于就是说，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跟人的关系是一个和解的关系，这个债不一定是钱财财物的哈，这个债也跟一些人际关系的冲突有关。第六个是带领，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第七个就是
一切都归神所掌管，所以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那我们不一起做分析，而是说，在这个主导文当中，要成为它的架构，成为我们复兴祷告小组祷告的一个层次哈。好 ，PRG 的祷告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我们用父爱中的祷告，好，感谢父的爱，跟天父有一个爱的连结。第二个，以上帝为中心的祷告，我们求告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然后第三个阶段就是为我们个人的需要来做祷告，啊，个人需要。好，这个是我从那个截图下来，他说3个祷告内容就是这3个，第一个感谢赞美，第二个为你的日用饮食，第三个是为神国降临，啊，为神国降临。好，那他怎么解释呢？第一个3个祷告内容，第一个感谢赞美，就是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不是先跟神要什么，是先肯定神的地位，肯定神的荣耀，啊，尊敬赞美神，所以脱离自我中心，先让主做宝座，等于你要让这个祷告达成一个能力功效，是因为尊敬神，让神做宝座。今天我听了，我们 Good TV 的一个分享，他说我们进入祷告的时候，如果你还是没有把重担卸下来，那你只是在做牢骚而已，因为你没有达到祷告的效果。好，祷告是真正把你的担子卸下来。那第二个阶段才是用日用饮食需要，啊，第三个神国降临就是福音转化，等于是为公众的祷告就对了哈，公众的祷告。再来，它的流程呢，时间长短不重要，哈。这个刘群茂牧师在推广的时候，他说，只要5分钟就好，5分钟太短了嘛，看寒暄就结束了嘛，哈。他意思就是说，不要让你成为负担，也没有增加节目，就是让我们的小组能够非常有效、紧密的连结，哈。那先感谢、赞美，就刚刚我们的前面的主导文一样嘛，哈。具体感恩的事项。比如说我们三个一个小组，每一个人祷告一件感恩的事，好，一次只感恩一次。如果你觉得感觉气氛热络起来了，比如说我跟谢牧师还有魏鹏长老，我讲一件感恩的事，来换你讲，那再魏鹏长老讲，讲完我又讲了第一点，3轮就够了，不用讲太多至少有一个感恩的事。如果说没有那么多，一次也没关系，大概30分钟就可以了。一个开头的尊神为大哈。第二段就是我们所谓的日用的饮食，大概5分钟，为彼此的需要祷告，每个人都分享，我讲我的需要，你的需要，他的需要。刘奇妙牧师做一个很好的举例，他说，甚至我的孩子这个礼拜要考试啊，考那个升高中考试啊，就为你的孩子祷告嘛。甚至有的小朋友。听说有的幼稚园很热门要抽签，那就为这件事情祷告了哈。或是我要争取一个订单很多事情都可以祷告。那个人的需要的祷告是最切实的，因为跟你切实相关嘛所以为每个彼此需要的做祷告，然后分享祷告，轮流祷告这样子。再来第三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神国降临，它等于就是公众的祷告福音转化，第一个由这个主领者三个人一个小组，有一个主领者，他来讲一点点由他来主导说，我们今天为我们台湾现在疫情那么严重，我们来祷告。第二个这个雨都还不下来为这个下雨来祷告。那这个是比较国家的，或是你为你的小组，为你的牧区，为我们的教会，或是为我们台南市，这些都可以祷告，轮流祷告不要祷告太长。一个点就好，比如说我在祷告的时候，你们2个听，然后轮到下一个祷告我来听这样子轮神国的降临还有一个就是为信者祷告。你们这3个人当中有提起过谁他是我关心的对象，我的 base 的，我们就开始为这个 base 的祷告。那甚至开始福音的行动、爱的行动、福音的行动
好，那个就是我说大概祷告的内容是这一些啦。那怎么样进行呢？怎么进行？我们可能先给小组长消化。我们谢牧师呢，在之前已经委托1、2个小组在进行，他们进行有一些成果，你们可以去请教哈。那 RPG 的实行小组的祷告是怎么样呢？它是用一个根据的，圣经的根据是我们说马太福音18章19节跟20节，他说。若是你们中间有2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是根据这个经文，他这样的给我们实现说，你有2、3个人，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刘金曼牧师他们教会已经成立了1000个小组，不得了。那一个小组里面，比如说12个人一个小组，对不对？就有4个组了嘛，对不对？哈。不用多人哦，哈，但特殊也有人有4个的，但是以3个为主，哈。好，这个是我截图的，就是这18到19节，哈，捆绑释放的，哈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祷告的一个内容，这个力量，哈。那 RPG 小组很简单啦，就是 ABC， 你看 ABC 哈，就是 A 就是我们就把它称为叫祷长，祷告的祷嘛，哈。有小组长、副长，那我们就到导长哈。那导长意思就是说，他有一点类似召集的动作。那 A、B、C 哈，一个3个，一个铁三角这样子。好，那在那一天在分享的时候，有一个口诀啦哈，有一个类似口诀。他说3人同祷小组，你如果用3人同祷小组也不错，互相祷告小组或是3人同祷小组，这个名称也很好用哈。他说同祷口诀叫3210，到底什么叫3210？等一下我做介绍。同祷的方式是轮流开口，绘画式的祷告，很轻松的，好像在对话一样。那同祷的结语就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那3210什么意思？原来哈，3就是3轮同祷啦，3轮就是赞美神的名，感谢神，尊神为大。那一个人1句2句就可以，按一个人轮1遍，轮2遍，轮3遍。第2轮是为自己的需要。3、2、1的同祷是为福音祷告，为福音朋友。那1轮同祷，这个2个可以重复1次哈。3210嘛哈，110也可以为职场你的职场工作祷告。0是什么意思？0就是聆听同祷。当你在祷告的时候，我就用心来听哈。好，它的 RPG 呢有不同的形式，它是先邀请我们在小组里面成立 RPG。如果慢慢有一种习惯了，你把 RPG 带到你的家庭。刘群茂牧师在分享的，他说，有时候先生比较困难祷告，所以你就邀他来 RPG。那为他的工作嘛，为他的这个职场嘛，他会觉得特别是如果还没有信主的先生呢，你为他的职场、为他工作、为他的事业祷告，他不会排斥，所以慢慢变成一个家庭有一个 RPG， 然后你到职场上，你的同事或是你的学校的同学也可以做 RPG 祷告。所以就是说，这个比较生活化的，不必有场地的，不必绑在什么地方的。那实体的，那现在因为疫情，用 LINE 的群组都很好啊，一直群组通话嘛，或是视像都可以哈，这样子。好，那他这个 RPG 复兴祷告小组呢，有什么特色了哈？第一个，人数少，容易带领；第二个，时间很短，容易持续。他说，只要5分钟就够了当然，也有人一讲就讲到20分钟、30分钟哈。长是不限啦，但是短5分钟也可以。他说内容很简单，容易复制。第四个，实体的跟线上的都可以连接。我们如果住附近可以连接，如果说用网络，其实如果人在国外都可以哈。第5个就是容易兴起喜爱祷告的新同工，这是它的特色。再来，它怎么方式呢？推举一位召集人，我们叫导长。好，我们小组长慢慢去连接。那3个当然是平常比较容易互动的哈，不要故意挑跟他没有在往来的哈，那也很难热起来了哈。那再来同一个小组中来组成，在一段时间后，为了要扩展嘛哈，好，
我这个岛长呢，就推举下他们2个自己一组，再去邀一个新朋友。那我这个岛长比较有经验，我去邀另外2个进来，那不是一组变成2组吗？对不对？这个叫3人同心祷告小组。那说不要急，也不要说哇很复杂，还要读经什么一大堆，就从最简单的开始，一开始就祷告了，不用想其他的。好，从最简单的入手，先求有，再求改变增长，这样子。好，最快结束了哈。那这个情况有一个规范，第一个，找3个人，你们约每一周1次就好。一次如果5分钟，其实你一开口就不够用了，所以5到20分钟是蛮普遍的了哈。第二个，用LINE群组来通话，或是实体小组都可以。第3个，我们也可以采用圣经导读的方法，因为你刚开始可能不会带嘛，不会提示嘛，那我们干脆就读一段经文，用那段经文来祷告。你祷告1次，你祷告1次，你祷告1次，那3个人好不用太多聊天，直接开始祷告不要说寒暄，因为我们小组都很熟嘛。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预备开始祷告，我们一起来赞美神。就一个比如说我岛长，我就先讲神啊，你是多么恩典照顾我，我要感谢你。1句话，然后再换第2个，然后开始5到10分钟就完成了哈。好，那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祷告的内容，但是后面有一个小小的，他说导读的模式啦，牧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如果有这些资料都可以提供哈。导读的模式有4个阶段。什么叫圣经导读？因为你可能自己不会讲祷告词嘛，祷告不出来嘛，干脆就拿一段经文来祷告，这样了解意思吗？那最多使用的是诗篇第一个叫做重读。那段经文一直重复读，重读就是重复的读，反复读3到5遍，甚至更多遍。如果导读较长的经文，就切割成数小段，每一小段为一单元重复读。因为我们读经文好像用一种理解的，但是这个是用读，把它读出来。那一段短短的祷告文重复读，这个叫重读。第2个重读，重的意思就是说重复多遍后，对哪些字词特别有感动，喜欢或觉得重要，可加重语气或声调，反复再读那些重要的词句，叫做重读。重读、重读这个音字很有意趣第3个叫化读，从重化化读，把自己跟目前所处的情境融化到经文里面，好像跟自己说话，把那个经文化成你自己就对了，跟上帝直接的关系，那会更贴切。第4个叫化读，那个前面是化学的化，这个叫说话的话，照着心灵里的感动，以上帝的话转成自己的话，对上帝说话，也就是用经文做素材来向上帝祷告。那这个就是说用圣经的经文来祷告。那很多小组，我看那个信会小组他们都很常用好，有一个范例啦比如说我们用诗篇119篇的97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生不住的思想，就1句2句话而已。那你怎么样做导读呢？导导读读，读读导导，导导读读，读读，就是这样子。第一个是读，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练1次对不对？第2句就说我爱慕，讲那个重点。第3个爱慕你的律法，第3个我爱慕你的律法，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第一个是读，把那个文字做一点很有意思的一个连结这样子。第2个叫做导，就开始导，就主啊，我要爱慕你的律法，我单单要爱慕你的律法，求主把爱慕你律法的心赐给我，让我不爱慕别的，单单爱慕你律法，用爱慕你的律法做祷告。第3段读，再读1次，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不住的思想，不住的思想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律法，就一直重复那一句，变成你的祷告词。最后1句又祷告了，主啊，我要不住的思想你的律法，求主洁净我的思想，使我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律法，变成我了。这段经文本来是读，但是你变成你自己的。好，那这个是一个开头了我想我们要做试验，所以呢，牧师呢会把这个投影片放在
我们的小组的群组里面。第二个，牧师也会介绍说，你说要了解，我们在今年的1月20号有去听刘群茂牧师，他讲的非常生动，你会觉得马上抓住重点啊，所以我会把那个网址呢贴在我们那个小组的群组啊，让小组可以分享给大家。当然，小组长是优先去把它融化、吸收、了解这样子。好，那期待呢，我们教会不只有密室的守望祷告，我们也有3个人的复兴祷告小组。那每一个小组能够自己去连接哈。那我们也有周5的大型的祷告会，还有我们主日的祷告会，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哈。好，感谢主。那我也顺便做几点报告，让大家一起为这些事情祷告，然后再请谢牧师带我们做个结束哈。第一个，我们这个礼拜也同时在关心我们教会的一个可爱的小朋友恩宇小朋友。那目前的情况，大概家人已经有一个心理准备，因为在小孩子的救治的过程当中，其实已经脑筋然后脑还有身体器官都稍微受损了，所以他们无论是父母亲或者阿公阿嬷，就有心理准备说，如果神的意思要让小孩脱离这个病痛，到神那边当天使，他们学习要去接纳，所以。但是牧师这几天在关心，好像觉得是不是时间到了？但是小孩子的生命力还是很强哦，有起伏了，有起伏。那我们真的是为小孩的小小的生命祷告求神恩待。那也为特别是刚做妈妈的子玲来祷告还有近期祷告求神恩典。那我们也继续为我们的疫情来祷告，因为这个疫情再下去的状况，比我们去年的情况复杂多了哈。那我们怎么样赶快有疫苗可以来防疫？那我们又有很好的防疫方法，让它不会再扩散，真的是我们很大的挑战。所以我们要为国家、为我们的防疫单位来祷告。那也有我们自己、我们的教会，整个防疫能够步步到位，大家能平安度过这一次的风暴。求神怜悯，求神恩典跟我们同在。好，我们把时间再交给我们谢牧师，带领我们做一个诗歌跟祷告。我们透过如鹰展翅上坛，我们来回应神给我们的恩典，也透过这首歌，我们再次来感谢赞美他。透过这首歌，我们进入我们的一个公道，我们起立，一起来。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战累，为无神在我的容易坚强，永在神身创造我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使人的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从新的力，如鹰展翅，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一起来为恩宇小 baby 求神怜悯，
求神在他的旨意当中来带领，也为了近期还有子云夫妇、夫妻兄美满姐他们这个家。第二个，我们为了台湾的疫情以及旱灾，在这个缺水的当中，神大大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当中，赐福带领台湾。我们开口一起来祷告。父神，求你赐给我们能力，在我们需要软弱的地方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因着你重新得力。这个时候，我们要为了夫妻兄美满节这里晋级，尤其恩于小朋友，求神你的恩典在这个家庭。我们不知道你的旨意，但是我们的心依靠你。我们将这个家庭交托在你的手上，将这个小 baby 交在你的手上，因着你的恩典，因着你的带领，求主耶稣你亲自让我们明白，也让我们顺服在你的旨意当中。求主你的扶持时刻的在恩宇的身上，让主你的灵时刻扶持子灵跟荆棘，他们坚固信心不动摇，让他们在你的保守之下，让他们在软弱当中需要你的时候，你加添力量，你更爱他们，你扶持保守他们。我们也特别为了邻里老弟兄明天的告别式，仰望在主你的手上，让在这个疫情当中，明天的所有的告别礼拜，一切都能够平安，都能够顺利。我们将这个家人子兰姐他们全家大小兄弟姐妹都交在你的手上，愿平安的主安慰他们，与他们同在。我们再一次呼求你，为了台湾的平安，全世界在严峻疫情的过程当中，只有神你出手，只有神你能够阻这个疫情。天父上帝，让台湾在这个疫情严峻的当中能够快快的控制，不再扩散。我们也特别求你怜悯，雨水从天而降，来滋润台湾这块土地，让这个大地满满主你的恩典。耶稣，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在你里面信心不动摇。我们再一次将我们所祈求的仰望交托给你，求你垂听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告主耶稣的名，阿门。如鹰展翅上腾。
现在父神，你应许我们，只要我们2、3个人在你面前一起聚集，你就要在我们当中。主，你应许我们祷告就必不落空。主啊，在这个严峻的这个疫情当中，我们更加谦卑在你面前，因为主你是大自然的主掌者。在这个病毒肆虐的时候，我们看不见、闻不见。主啊，让我们能够在危险当中有你的保护。特别台北有许多地方有感染的，神啊，求你让一切的病毒能够在所有的防疫单位的严谨的一个防阻之下，能够尽速来得到控制。那些感染的弟兄姐妹，也求你保护他们，让他们能够恢复健康。神啊，全世界还在疫情的痛苦当中，特别是印度、巴西、墨西哥这些地方。神啊，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做什么，就仰望你，在你面前谦卑认罪，求你将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早日走出疫情的挑战。主啊，求你也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遇到疫情受限制的时候，我们不止祷告更加迫切，让我们在生活上、在信仰上、在工作上，特别是我们小组的聚会，能够有神特别的带领，让我们更加的连结、更加的紧密。神啊，无论是在现场实体的，或是在网络当中这个跟我们一起同心敬拜的，都求你亲自赐福给他们。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拍手感谢神。好，请坐，请坐。再耽误几分钟，那做一些报告哈。那我们今天等一下就没有小组了，没有小组了。不过我听到好几位区长还有小组长他们在讲说，我们在停止实体小组聚会的时候，反而大家更思念彼此，更连结，互动更多。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小组，因为表示我们是一个有生命的实体，而不是一个空有的组织哈。好，那简单来说，我们先从主日礼拜开始，我们为了配合政府的规定希望不会再升级了哈。这个有危险性，但是希望不会。就是我们做礼拜的时候，请礼拜天来做礼拜，就按照我们的规矩，就是戴口罩喷这个洗手液，还有我们的那个额温枪。那进来的时候，我们采这个梅花座，因为时间很赶，我们嘉荣在制作一些贴纸让它有贴的就不要做至少最简单的就是像这样子你的前后左右没有坐人，斜边的才有。那我们希望这个空间，我们的解释是一个空间，不是2个空间所以这一个礼拜堂我们只能做100个，所以可以尽量做宽一点那我们的圣歌队跟小组的献诗也暂停用影音的，那所以我们影音团队赶快去找那些很好听的，再把它拿出来大家再唱听10次都没问题了好听就很好听那样子。那我们因为了要管制我们的总务部想说，我们只要一个门进入，所以请大家开车或是骑车来2楼，就是走原路回去，然后从大门进来，这样我们才能管控因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都认识，所以我们就暂时没有填名字，因为大家都同样认识。但是我也请摄影的人员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坐的位置拍下来那我们现在大概所有的单位都暂停了，包括我们的爱餐还有这个心灵转角，那各小组各团队都暂停那现在我们剩下什么呢？剩下主日礼拜2堂就按照这个模式来进行如果说这个礼拜堂人数已经做超过100个，我们有管控的，就请你分流到3楼，我们有一个转播。那其实有些工作同工呢，可以在1楼的大厅也可以看得到如果真的超过了这些，我们再考虑。这目前暂不开放，但是如果需要的话，再开放那个心灵转角那个电视也可以转播。但是我们尽量不要分散那么多了让大家还是以礼拜堂为优先，100个人这样子那我们下个礼拜因为是堂外聚会，那鼓励大家开始试着用 Zoom 或是
LINE 来小组自己内部聚会哈。那有同工说，一个很好的动作是大家到郊外去，郊外去聚集，就比较不会受人数的限制这样子。那在恢复祷告会，如果在6月8号以前哈，疫情没有解除，就是我们祷告会会照时间举行，但是只有带领的同工，还有乐器，那录影这样子，那实体的就大家在家里面，那最好你可以邀家庭了哈，因为他还没有限制，还不到第3级嘛，所以你可以其实可以微型的小组了，5、6个哈，比如2个家庭一起聚集，然后有比较好的这个播放设备，然后在这边一起同步祷告，嘿，那这目前是这个情况了哈。那当然我们可能会陆续碰到说，如果真的是升上3级的话，连礼拜天也不能做礼拜，那只能牧师做录影的这个，还有敬拜赞美团来做主日礼拜大家在家里面看，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我们的影音同工，还有包括我们特别是我们硕宏长老，他很用心，今天很早就来，把它又重新架设了整个录影还有转播 YouTube 所以那个网址非常方便，我们给硕宏长老跟影音团队谢谢一下好，真的不简单，这个都是同时马上架设的哈。那希望我们很好用，但是不要常用，希望能够很快就恢复原状哈，我们就恢复正常的礼拜这样子哈。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同工要报告的，有没有提醒的？好，时间差不多，我再做1、2个其他报告。第一个是我们这个礼拜天的那个领袖的那个课程呢，最后一个礼拜课程，因为在3楼这个够梅花座，所以我们把它完成哈，请大家尽量就不要缺席这样子。第二个就是我们下个礼拜本来是圣餐礼拜，那我们就把圣餐礼拜暂时暂停，这个洗礼跟圣餐我们就延到疫情缓解之后，我们再来举行这个样子哈。好，感谢主哈，我们就大家也不能太群聚，不能坐太近了，所以我们等一下彼此祝福说。愿你平安度过这个疫情，好不好？给隔壁祝福一下，来，愿你平安度过疫情，好，大家平安哈，大家平安，谢谢。那明天对，明天呢有我们子兰执事他爸爸的一个追思礼拜，那原则上也是要限100个啦哈，所以谢谢你们，如果你有任务就来哈，如果不行，我们就在家里面代祷，这样可以哈，大概100人为这个空间里面有100个这样子哈。那我们的松年也暂停了哈，他们要献诗这样子。好大家就预备哈，慢慢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敬拜主。我们的主配得我们所有的敬拜，他是耶稣，所以预备好你的心，将你的颂赞荣耀归给他，敬拜他。耶稣因你生命，我们敬拜，跪下在你面前来敬拜。耶稣因你生命，我们敬拜。也承认你是主，耶稣因你生命，我们敬拜，跪下在你面前来敬拜。耶稣因你生命，我们敬拜，也承认你是主。我们从头再来敬拜他。耶稣因你生命，我们敬拜，跪下在你面前来敬拜。耶稣因你生命，我们敬拜，也承认你是主。